凡係物品如果太似人形呢，一旦年代耐咗，大多數都能夠幻化嘅。唐大佬紀宗咸話，佢喺聖德元做官嘅時候，有個同僚就中意戲劇，佢叫啲工匠做咗個女人偶，高矮同真人差唔多，全身嘅體態形狀以及隱秘嘅部位，度度都好似人嘅，手腳啦、眼睛啦、舌頭都設置咗有機關，能夠彎曲運動，衣裙首飾全部都可以按照季節咁更換，嘥咗100兩銀，簡直超過咗古代巧匠演絲嘅工藝。佢有時將人偶企喺台嘅旁邊，有時又俾佢坐喺床上邊嘅凳嗰度，用嚟玩笑取樂。有一晚，僕人聽到書房入邊有格格聲，當時門窗已經閂好晒，仲上咗鎖㗎喇。僕人就篤穿啲窗紙向入邊偷睇，月光照喺窗門嗰度，只見嗰個人偶自動喺間房嗰度來來回回咁行。僕人就即刻報告俾主人聽，叫佢自己靜靜走去睇，真係咁樣。於是主人就將個人偶燒咗，燒嘅時候個人偶仲喺度嗌痛。又聽先祖母講過，舅祖張疊莊先生屋企有幾間空嘅房，喺度放雜物嘅。婢女同埋老媽子有時夜晚見到花園嗰度有個女子，容貌生得好靚，但係下巴上邊就生住啲硬刮刮嘅鬍鬚，兩個甲亦都生住啲好似刺蝟咁嘅鬍鬚，帶住4-5個細路喺度做遊戲。細路仔有啲跛腳，有啲眼盲，有啲頭面破損，有啲就冇鼻哥冇耳仔。有人嚟咗，佢哋就突然間唔見嘅啦，唔知係啲咩妖怪。佢哋又唔驚人，又唔去外邊。有啲人話係眼花，但係有啲人就話係作出嚟嘅，唔將佢當一回事。後來清點呢間屋嘅房嘅雜物嘅時候，見到有一套破損裂開咗嘅苦幽泥人，形狀同大家見到嘅一樣。嗰個女子面上邊嘅鬍鬚，原來係啲細路仔玩嘅時候用筆墨畫上去嘅。景州人方葵典話，細個嘅時候曾經成日都覺得心神不寧，稍為攰啫就卜卜聲咁心跳，食棗仁啊、軟質之類嘅嘢，有時好，但係有時又會發作，唔係好靈嘅。有一次撞到朋友屋企扶乩，乩仙就自稱係純陽子呂洞賓，佢就趁方便拜求仙人俾個藥方。乩仙就判到話，你呢個病徵表現為心臟唔舒服，但係病根喺脾嗰度，脾虛就會損傷元氣，可以炒啲白術成日嚟食嘅。佢試過果然就靈驗。方葵典又話，佢曾經向乩仙求問自己科考嘅情況，乩仙就判話，考場上邊寫嘅文章只要能夠做到不含墨飽，書味盎然，就可以考中嘅啦。事先何必問咁明白呢？後來到咗乾隆丙辰年，佢考中進士，佢所在嘅嗰間房主考官攞出試卷嚟睇，上邊批嘅就係呢8個字。咁樣講嚟，科舉功名係前世定咗嘅啦，唔通連試卷批語就一早都注定埋？高梅村話，有2個村民一齊趕路，有個人小便嘅時候踢起一片瓦片，瓦片下邊有一個情，瓦片上邊刻住一個字，係同行人嘅嗰個姓。佢就好驚俾同行嘅人見到，
就揾個借口擰轉身行開，不過就靜靜伏喺草叢入邊，見到同行嗰個行遠咗啦，佢先行出嚟，靜靜走去攞嗰個壇，原來係一壇清水。呢個人就好嬲，舉起個壇就將啲水飲晒。當時天色已經黑啦，佢冇地方住宿，諗到同行者嘅屋企就喺附近，佢就直接去嗰家人嗰度借住。半夜嘅時候，呢個人忽然間發咗霍亂症，上吐下瀉，將床鋪幾乎全部整邋遢晒。呢個人慚愧到無地自容，竟然漏夜靜靜逃走咗。到咗天光嘅時候，主人見到地下床上邊都係純銀，好似係銀汁融化咗潑喺地下同埋床上邊，成為咗一片片嘅形狀。我認為呢個只係開玩笑嘅啫，唔一定真有其事。但係高梅村就堅持話唔係作出嚟嘅古仔。咁樣講嚟，每件物品都各有主人，唔係人力可以勉強追求得到嘅。呢個道理確實就可信。高梅村又話，有個叫做姜挺嘅人做賣布生意，佢出入嘅時候隨身都帶住一隻花狗。有一日佢獨自出去外邊，喺半路有個老人叫住佢，姜挺就問，我都唔識你，你叫我咩事啊？嗰個老人即刻驚到咩咁，趴喺地下叩頭叩到有聲。佢就話，我係狐狸精，前世爭落你一條命，3日之後你會叫花狗咬斷我嘅喉嚨，我命數已經到啦，唔敢逃死求生。不過我私底下認為件事已經過咗去100幾年，況且你已經託生為人，我就淪落為狐輩，一定要追殺一隻狐狸，對你有咩好處呢？再講你已經唔記得咗前世俾人殺嘅事，偶然之間殺死一隻狐狸，心入邊亦都唔會感到快樂嘅。而家我願意將個女奉獻俾你，贖咗我前世嘅罪，得唔得啊？姜挺就話，我唔敢引狐入室，亦都唔想乘人之危劫咗你個女，能夠饒恕你就饒恕你咧。但係有咩辦法防止我嘅花狗最後唔去傷害你呢？老人就話，只要你寫一個帖，寫住某人前世欠債，我自願消除。到時我攞住呢個帖向神明稟告，咁隻狗就唔會再咬我嘅啦。關於恩怨報復嘅事，只要冤家債主本人出面聲明唔再追究，神明係唔會違背本人嘅意願嘅。咁啱姜挺隨身就帶住記賬嘅紙同埋筆，佢就寫咗一個貼紙交咗俾老人。老人開心到跳起嚟。過咗7、8年，姜挺賣布渡過大江嘅時候，忽然間遇上暴風，船帆嚟唔切收落嚟，隻船眼睇住就要反啦。只見一個人飛快咁爬上桅杆，扯斷咗條繩，跟住騎住船帆一齊落嚟。睇落去好似係嗰個老人，但係轉眼之間又無影無蹤。大家都話呢個狐狸精能夠報恩啊！我就話呢個狐狸精救自己都救唔到，點可以去幾千里之外救其他人呢？呢個係神明因為姜挺愛錫生靈，延長佢嘅壽數，派呢隻狐狸精嚟救佢嘅啫。周泰宇話，有個人叫做劉哲，先前係同一個狐狸精相好，後來娶咗佢做田房嘅妻子。狐狸精就好似平常人一樣，操持家務，孝順公公婆婆，同族里都相處和睦，照顧前妻啲仔女就好似自己啲仔女一樣。呢個尤其係常人難以做到嘅。狐狸精老死嘅時候，屍體亦都冇變翻狐狸咁嘅形狀。有人就話佢本來係個私奔嘅女子，
唔想講出真情，詐帝話係狐狸精啫。有人就話佢本來就係狐狸精，修煉成咗人，但係仲未成仙，所以亦都有老有死。由於佢擺脫咗狐狸嘅本形，所以死咗之後屍體就好似人一樣。我就話呢啲講法都唔啱，呢個係因為佢心智完全能夠控制自己個身體啫。人嘅身體可以隨住心智而變化。雌皇后變成巨蟒，漢代孫成太守封紹變成咗猛虎，係因為兩個人嘅心之前已經變成咗蟒，變成咗虎啦，所以身形亦都變成蟒，變成虎。以往嘅講法，狐狸本來係叫亞子嘅淫蕩女人變成嘅。人有咗狐嘅心智，人就能夠變成狐；狐有咗人嘅心智，狐亦都可以變成人。和尚道士坐化，身體往往就唔會跌嘅。忠臣烈女嘅屍骨長期存留都唔會腐化，呢個係因為精神能夠保持形體不變。呢個狐女死咗之後形狀唔改變，就係屬於呢種情況啦。周泰宇話：確實係咁，大家傳說劉節開始娶狐狸精為妻嘅時候，唔係冇疑惑冇擔心過。狐女就話娶妻係要為咗成家，如果佢合乎要求，咁樣狐同人有咩唔同呢？而且人淨係知道驚狐，但係就唔知道成日同狐做伴侶。嗰啲貪得無厭、令人生病損壽嘅女人，同狐嘅採寶行為有咩區別啫？嗰啲翻牆捐窿同人哋幽會嘅女人，同狐嘅放蕩又有咩兩樣呢？嗰啲挑撥離間喺屋企製造事端嘅女人，同狐迷惑人有咩唔同呢？嗰啲偷屋企嘅錢送俾相好嘅女人，同狐嘅搶奪同偷竊有咩唔同呢？嗰啲囂張狂傲搞到六親不寧嘅女人，同狐嘅作怪騷擾又有咩唔同呢？你點解唔驚佢哋，反而驚我呢？可以見得呢個狐嘅心智喺人類之上，唔怪得佢開始係人，到死都仲係人。好似佢所講嘅嗰啲具有種種狐狸行為嘅人，六道輪迴都係由自己嘅心智所導致嘅。我好驚對自己嘅要求過低，就難免墮落到嗰種境界入邊。古代有世襲祿位、世襲官職嘅制度，所以家庭入邊嘅嫡長子一定要立後，其他嘅仔並唔享受祭祀，所以按照禮制係冇一定要立後嘅規定，冇聽講過孟皮有後代，亦都冇聽講過孔子為佢立過後字。呢個係因為佢唔係嫡子嘅原因。庶子立後字，或者係因為寡居嘅偏房守貞節而唔忍心令佢百年之後得唔到祭祀。譬如士死咗之後冇悼文，但係由春秋嘅時候魯國嘅元賓父開始就有咗悼文，因為佢死於職守。未成年嘅人死咗，本來係應該算係夭亡，但係汪岐死咗就唔係按夭亡去下葬，係因為佢保衛社稷而死。禮法係根據義理規定嘅，所以唔能夠偏廢。凡係庶子冇後字嘅，就會延續成慣例，唔能夠廢除，而家庭嘅矛盾就往往因此而產生嘅。